仲有同埋撈亂嘅，唔該認真記。1+2我哋可以叫 1+2，亦都可以叫 add 2 to 1。個 add 係一個加嚟嘅，咁我要加個2，咁乜鬼要加個2啊？個1要加個2。得嘛？好啦，例如話係2減1，我哋可以叫 2 minus 1啦，亦都可以叫 subtract 1 from 2。又係 subtract 叫減，咁我要減個1，咁邊度要減個1啊？就係 from 個2，由個2要去減個1。OK， 咁而乘同除咧係順住咁落嘅，即係例如話2乘3我哋叫2 times 3，或者叫 multiply 2 by 3。4除2我哋可以叫 divide 4 by 2，順住咁落嘅啫，就唔使 care 個次序嘅。但係係上嗰個加減煩少少啫。得唔得？好啦，咁所以去到下低你嘅第二題，嗱，以後你見到啲題目都係咁長噶啦，唔會去到好短嘅，所以我哋要識得拆開佢嚟寫。例如話見到 and then 先拆開佢，前面嗰個 subtract 叫減，但係邊個減邊個？即係冇錯，20x 減10啦，前面嗰個搞掂啦。而後邊嗰個係 multiply 係咩意思啊？乘，咁即係成個嘢讀翻出嚟，咪即係叫成堆嘢要乘後邊嗰扎嘢咯。而乘咁即係首先我點樣成堆嘢要乘先？要加個括號冇錯，加個括號啦，得嘛？加個括號，我成堆嘢一次過乘個負 x， 但係如果我要乘負 x 就唔係咁寫噶啦，咁樣寫變咗做減 x 噶，明白？所以我如果要乘嘅話，兩邊一係就一齊加個括號，但係如果你後邊加個括號咧，我覺得都係未夠簡化，我個答案要越簡單越好，即係寫得越少越好啊！所以其實咧，你會將個負 x 咧擺喺最前面，咁啊叫兩嚿嘢黐埋咗。得嘛？所以而家將個負 x 擺喺最前面啦，咁然後再抄翻個答案落去。好啦，寫完之後咧，去到下低你嘅第三題啦，又係見到 and then 拆開佢嚟寫字，而前面嗰句好長，所以我係要求你先分組寫好晒啲嘢先。而點樣分組寫啊？先拆字咯 ，multiply 跟邊個字啊？跟個by字，所以 by 嘅前邊同後邊就係我哋要首先簡化咗嘢先。前面嗰句要咩啊？咩叫 sum of A and B 啊？即係 A 同埋 B 嘅和。即係點啊 A 加 B。A 加 B 咯，前面嗰個搞掂啊，自己寫喺隔離。好啦，咩叫 product of E and C 啊？即係E 同埋 C 嘅。E C 冇錯，自己寫喺隔離先。同埋我哋分組咁寫，大家個功力未夠啊，未可以即刻寫到個答案出嚟㗎，得嘛？所以而家我前面叫 A 加 B， 後邊叫 E C， 而兩組嘢我要乘埋佢啊嘛。咩叫乘埋佢先？我點樣成組嘢乘個 E C 啊？首先要喺 A 加 B 加翻個括號冇錯，所以 A 加 B 加翻個括號先，得嘛？好啦，而點樣乘個 E C 咧？E C 擺喺後邊又唔得喎，所以我要將個 E C 擺前面冇錯，自己 mark 翻解先。好啦，最後再呢個咩嚟㗎？divide 係解，除冇錯，再除嗰啲，咁除咪用分數線嚟寫，所以再將呢個答案對翻右手邊，2C 括號 A 加 B， 然後再除翻啲。所以點解有啲同學會做錯咧？就係因為你唔識拆字啊。但係有啲同學寫咗 A 乘 B 㗎，好鬼恐怖啊！得嘛？你要識得拆開佢逐 part 嚟寫，得嘛？好啦，然後去到下低咧，睇一睇你嘅第六題啊。好啦，第六題呢一題5年班題目，真係5年班題目。得嘛？純粹佢用英文去講啫。佢話有筆啦，有鉛筆啦，筆咧就 Y 咁多錢，鉛筆俾佢 cheaper 即係點？平冇咗平3蚊，你會點啊？你會將 Y 減3冇錯，呢個叫一支鉛筆嘅價錢。咁 what is the total cost of dozen of pencil？dozen 係點解？一打冇錯，自己寫打。呢個解打嘅意思。嗱，唔識嘅話，快啲 mark 翻喺隔離啦，得嘛？呢句要識啊 ，OK？咁即係而家一支筆咁多錢，咁一打咧，你會將佢成堆乘12，而點樣乘12先？首先你喺呢個位置要加個括號冇錯，12擺前面，所以而家個答案就係12括號 Y 減3。好啦，但係我哋喺應用題一定有個單位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個單位錢自己對翻落去，得嘛？錢對翻落去。好啦，再嚟去到下低咧就係叫做代數加減啦。咁提翻大家代數加減咧係揾個 like term。首先嚟話你嘅第13、第14題點樣去揾個 like term？我哋首先要分辨到呢度有幾多項先。你話第13題係幾多項？4項。4項，第一項係咩？冇錯，第二項。負 A 至 B 非常好，第三項。負 A B， 第四項。係正3 A B 或者叫3 A B 啊，一樣嘅啫。所以而家我哋逐項睇 like term 叫做英文字母連埋個次方一模一樣，我先可以做加減。例如話呢兩個係完全一樣嘅 A 至 B 係完全一樣，咪可以做加減。所以我加減嘅時候只係加減前面嘅數字啫。13個 A 至 B 減1個 A 至 B 等於幾多個 A 至 B？ 係12個 A 至 B。group 完啦。好，後邊個 A B 同 A B 都係叫 like term，但係留意翻唔係 A B 加3 A B。
呢項叫做負 AB 加3AB，亦即係負一個 AB 再加3個 AB 等於幾多個 AB？2AB 冇錯，但係留意翻，我哋如果就咁寫你嘅答案，梗係唔得啦。而家我要將4項分咗做兩組嘛，而組同組之間都係用加減去寫，所以啱啱我哋個 2AB 叫正 2AB 定負 2AB 先？正，所以要咁做。當然你話我想計咗綠色部分先喎，咁我寫咗 2AB 再加翻12A 二次 B 都得，冇所謂，調翻轉都 OK 嘅。咁你調轉嘅時候，只要前面個正負一樣咁就得㗎啦，兩個都寫得啊。好啦，再嚟去到下低又係面前有幾多項？4項，第一項係13F， 第二項好，第三項負7F， 第四項係2F 二次，所以而家又係揾翻個 like term，F 二次同 F 二次係 like term， 但係呢個係叫做負13F 二次同埋加翻2F 二次，負13個 F 二次再加翻2F 二次等於負11F 二次，冇錯。好啦，跟住剩低嗰兩個再做加減咯喎，呢兩個13減7 6，正6定負6？正，冇錯，所以你可以咁寫嘅，你可以咁樣寫個答案啦，或者你調轉，你寫咗6F 擺前面，跟住負11F 二次擺後面都得，只係我哋擺前面嘅時候個正就唔使特登寫啦，得乜 ？OK 好啦，咁寫完之後咧，去到後面你嘅第二版，好啦，咁去到後面第二版咧，我想提翻大家計數嘅時候咧，無論係加減又好，乘除都好，自己抄翻個次序喺隔離啦。我話個第一步要計啲咩先啊？唔係正負，冇錯，正負自己幫我寫隔離。但點解大家會成日做錯咧？就係因為你冇跟住呢一個次序去睇啊。第一步唔好理咁多，淨係睇個正負。第二步先係睇個數字啊，自己寫喺隔離。最嬲尾先係處理個代數，即係處理個英文字母啊。同埋自己幫我抄翻呢3步驟。以後做任何題目，全部都係跟翻呢3個步驟做，即使係做前面呢一度。前面個加減都係用翻呢3個次序，所以點解大家成日個正負會做錯，就係因為你冇跟到呢3個次序做 ，OK？ 所以去到乘除都係一樣玩法。例如話睇一睇你嘅第17題啊，第17題第一樣嘢淨係睇個正負啊嘛，其他嗰啲唔好睇，睇咗兩個負黐埋一齊，兩個負即係代表緊正，冇錯，答案係正啦，處理完啦。第二步數字就係望住個9同9，即係黐埋一齊叫81，冇錯，9 9 81。做完個數字啊，最嬲尾個代數即係。D 咁 group 埋佢，有3個 D 喎，即係叫 D 嘅3次，跟住咧 E 冇錯。留意翻 D 乘 D 乘 D 係叫 D 嘅3次喎，唔係叫3D 喎。大家成日會撈亂個加減同埋嗰個乘除啊。次方係講緊自乘咁解啊，自己乘自己啊，自己乘自己乘咗3次，所以先會寫 D 3字。OK， 所以去到下低你嘅第18題一樣道理，第一樣嘢淨係睇個正負，即係淨係睇呢一嚿嘢。負啊，係咪？好啦，跟住去到個數字，淨係睇個3乘4乘2，即係24，冇錯。去到個英文字母 y 乘 y 乘 y 乘 y， 即係 y 4次。做完，咁啊自己搬翻右手邊啦。睇下你答案唔會寫8乘3噶嘛？得嗎 ？OK， 好啦，繼續去到下低啦。嗱，下低咧應該開始做得少少一塌糊塗啦。睇一睇你嘅第20題先，括號入邊計先係咪？咁即係呢個括號要計，呢個括號都要計啦。前面撞咗負號先，正負得負，咁即係前面就寫負12A 二次啦。好啦，後邊又係我間住呢個位置計咗先，括號入邊計先啊嘛。咁10A 二次減13A 二次會等於負3A 二次，非常好。好啦，而呢兩個括號出面其實係有嘢未抄嘅，減冇錯，仲有個減係未抄。明白，所以留意翻呢個減同呢個減兩回事嚟㗎，所以大家有時候計計下，跟住就唔記得咗抄出面個減，兩回事嚟嘅。OK， 好啦，而有兩個符號黐埋一齊，就一定要喺後邊加翻括號。好啦，咁下一步撞埋個符號咯喎，負得正冇錯。好啦，而兩邊可以做加減，因為大家都係 A 次啊嘛 ，like term 做加減咯。好啦，做加減又好，乘法都好。嗱，啱啱講話有3個次序啊嘛，第一步正負數字英文字母啊嘛，正定負？負。數字9英文字母 A 次做完，你跟翻呢3個字係絕對唔會寫錯嘅。好啦，再嚟去到下低睇一睇你嘅第24題啊，又係括號入邊計先，留意翻呢個括號咧，唔好再讀錯啦，唔係叫 3x 減 8x， 係叫 3x 乘負 8x。OK， 所以又係先乘除後加減啊，呢兩 part 乘咗佢先。好啦，前面嗰嚿又係跟翻個次序嗱，啱啱講邊3個次序話，再背多次喎。第一步計個正負，跟住數字，跟住代數冇錯，好，前面嗰個正定負，負跟住數字，
24英文字母 x 二次冇錯。好，跟住後面又係呢一 part 啊，正負負數字39英文字母 x y 冇錯。好啦，呢兩個括號出面就要抄個唔係減冇錯，呢兩個出面仲有個減咯。咁而咁啱你見到兩個符號黐埋咗，所以後邊咪加括號咯。得嘛？好啦，咁所以去到下低咧，下一步就純粹係將呢兩個減整翻靚佢啫。負24x 次負得正，咁寫到呢一步啦。咁寫到呢步咧，發現冇得再做加減啦，因為呢啲兩個唔係 like term，x 次同 xy 係冇得做加減嘅，所以就做完㗎啦。得唔得？好啦，再嚟嗰幾題，例如話睇一睇下低你嘅第24題，我淨係俾 tips 你啫。第24題計咗邊個先？除冇錯，4D 除而自己揀住佢，自己揀住佢。真係有一紮人計咗 7D 減 4D 先㗎，先乘除後加減啊！你自己寫咗啊，自己就拆咗佢啦。應該係 4D 除2先嘅。好啦，咁然後去到左手邊你嘅第23題啊，括號入邊計先。咁呢兩個括號分別地計咗先啊。P 減 6P 計數嘅時候啦，啱啱一紮同我錯嘅。第一件事計正負，正定負？負數字5P 係啊，英文字母咪 5P 咯。好啦，到後邊正定負？負數字係冇錯，正常我計呢個數字係1啊嘛，只不過1我哋唔寫，咁咪叫負 P 咯，明白？好啦，跟翻呢3個次序，你一定唔會寫錯噶啦，啱啱？好啦，然後出面啲嘢全部照抄得噶，只不過有兩個符號黐埋咗，咁我哋喺後邊呢一 part 咧加翻個括號落去，跟住咁啊，大家唔好計住，我哋先處理咗括號入邊嘅先。好啦，最後一鋪個乘埋佢，第一步計個正負先，淨係睇呢兩個負，正定負？正冇錯，數字叫8乘5，即係40英文字母叫 P 乘 P， 即係 P 嘅2次做完。OK， 好，再嚟去到下低啦。如果係乘除炒埋一碟咧，大家可能會做得差少少嘅。第一件事，一係你就用翻5年級方法。如果係5年級方法嘅話，好簡單啫。哦，全世界將佢轉做假份數，除好變成好，後邊變倒數，一樣都係咁做嘅啫。所以如果你係用5年級嘅做法嘅話咧，你個寫法應該係咁嘅。我1分之 Q 乘翻1分之4Q，再乘翻1分之負 P， 再除好變成好，後邊嘅份數變倒數。咁你咪分到個分子分母咯。只不過我唔中意寫咁多嘅一，所以我就教咗你第二個方法啫嘛。第二個方法係點啊？乘擺分子除擺分母，有冇印象？乘擺分子呢抽嘢全部都係乘緊，咁咪一次過寫晒喺個分子度。所以你寫嘅時候可以直接寫翻 Q 乘翻4Q， 再乘翻負 P 啊，一嘢對喺分子度，咁咪唔使逐件逐件嚟寫咯，明白？好啦，跟住除擺分母，亦即係個負8擺分母。你唔理得到？咁你見到其實一樣㗎，呢個都係個分母嚟㗎嘛，呢個都係分子嚟㗎嘛。睇你自己中意寫邊個，冇所謂，兩個都寫得。嗱，兩個嚟㗎，咁啊兩個都寫得冇所謂。不過我俾着我會選擇寫右手邊，得嘛？冇所謂嘅，按照你個人習慣就 OK 啦。好啦，跟住你寫完之後咧，玩乘除就跟翻嗰3個次序去計啦。正負數字英文字母，正定負？正冇錯，有兩個負咪正咯。咁如果你覺得佢好阻掟嘅話，你係可以約走佢，你係可以踩咗佢嘅，冇問題㗎。咁大家約嘅時候咧，寫清楚少少。到個數字啦，淨係望住個4同8，有冇得約揀？有，踩咗佢。下低會有正個2冇錯。咁又係大家約揀寫清楚啲，即係咪寫到啊？咁啊，寫清楚少少，寫下低同上高啦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到英文字母 QQP 有冇嘢可以做？應該冇嘢可以約啦，係咪？ Q2陣間先，冇嘢可以約啊嘛。最後尾再寫埋個答案，寫埋個答案咁又係寫答案嘅時候，每一 part 無論係分子同分母都好，又係跟翻個3個次序，正負數字英文字母。下低剩翻啲咩？2冇錯，正負我哋處理完㗎啦，得乜查走咗啦。好啦，然後個分子剩翻啲咩咧？剩翻個 Q 啦、P 啦，所以 group 埋佢叫 Q 嘅2次，然後後邊再抄個 P 做完。好啦，然後去到右手邊，又係你分唔到。你就全部轉晒做假份數，除好變成好，後面倒數。但係提翻大家，而家同學咁寫嘅，你唔係除緊呢堆嘢，你只係除緊佢啫。所以如果真係要除好變成好，只係佢變倒數，明白？佢係唔需要變嘅喎，得嘛？如果你分唔到嘅話，你就用翻5年級方法。但係如果你分到嘅話，咁就最好啦。乘擺分子，亦即係除咗6C 同負3C 擺分子，仲有邊個擺分子？乘擺分子。10D 冇錯，所以而家應該係6C。嗱，我唔想寫個乘啊，大家開始養成習慣，括號代表乘嗱，開始自己改一改個習慣啦。慢慢你寫得多，你會睇慣噶啦。OK，哇，3嚿乘擺分子
除擺分母，亦即係個負10D 擺分母。咪抄嗰隻快啲先。好，繼續計數啊嘛，三個次序邊三個次序啊？正負、數字、代數冇咗，好正定負？正冇咗，好踩咗佢。好，第二步數字有啲咩可以約？10同10，好踩咗佢。英文字母咧 ？D 同 D。好，踩完啦。咁我想問下嗱，問多口問句啊。我想問下呢度冇晒，踩走晒，其實係剩翻啲咩？唔係一冇咗，其實你知道剩咗一個1嘅，只係我唔想嘥時間寫1/1幾啫，明白？但係你要知道個分母係剩翻個1喎，唔係剩翻個0喎。OK， 好啦，咁所以而家咧，我哋可以直接去寫翻個分子啦。而係計數嘅時候，今晚三個次序，正負、數字、英文字母。正負我哋處理完啦，數字分子就淨係睇個6同3，即係乘埋佢等於18。英文字母淨係睇個 C 同 C 嘅意思做完。明白點做先 ？OK， 好，再嚟去到下低睇埋你嘅第28題，乘擺分子除擺分母啊嘛，邊個擺分子？快啲，邊個擺分子？下一分子喎講緊。18H 跟住。負 3K 跟住。10H 冇咗，好，一次過差嘅分子，咁我唔寫個乘啦，我直接用括號去代表算啦。咁啊，好，跟住除擺分母，邊個擺分母？邊個擺分母？負 5K 冇錯。好啦，又係今晚嗰三個次序啊，正定負先？正。數字有冇得約？係5同10，上高有正個2冇錯，跟住英文字母咧 K 同 K。同埋跟翻呢三個次序，咁大家寫嘢可以寫開少少，都冇逼埋一嚿，你自己睇唔清楚嘅。同埋約清楚啲，因為呢啲俾你自己睇嘅，唔係俾我睇㗎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分母冇晒，啱啱講冇晒，剩翻個咩啊？剩翻個1，只係我哋懶得寫1分之啫。OK， 咁我哋可以直接寫翻個分子1。好啦，分子又係正負，我哋處理完啦，跟住淨係望個數字先，數字全部乘晒佢，108冇錯。好啦，到英文字母全部乘晒佢。H 嘅意思啊，咁啊，所以大家計數嘅時候咧，有個習慣先計正負，再計數字，再計代數。你養成呢個習慣之後，你以後計數係會準確好多㗎。OK， 好啦，然後去到後邊你嘅第三頁，第三頁咧上次就教咗一樣叫 formula 啦，formula 叫做公式。公式即係例如話平時咩底乘高除2啊，上底加底乘高除2，呢啲全部都係公式嚟嘅。但係我唔會就咁掉條公式俾你，我會同你講翻清楚我計緊啲咩。例如話我計緊個周界，咁咪寫周界等於咯。我計緊個面積，咪寫面積等於咯。只不過佢用咗個英文字母去表示啫。咁上次亦都教咗你一樣叫代入法，即係我哋以後會簡稱叫實數啦。實數即係講塞啲數字落去條公式度。所以例如話下低第一樣嘢，佢俾咗條公式你，拜拜，呢條式送咗俾你。好啦，第一樣嘢，當你以後你見到條公式嘅時候，第一步一定寫咗 G 等於先，養成習慣。第一步我照抄啫，照抄個 G 等於，跟住點做咧？佢話喂，如果個 x 等於4，y 等於負6，請問個 G 等於幾多？即係我想將呢個改做4，呢個改做負6，但係唔好單純就咁寫，咁樣變咗做4減6啊。所以我哋會點寫咧？點寫咧？第一步我哋會寫20減 xy， 不過我哋將 xy 用括號表示。好，繼續喎。咁我填完呢兩個括號之後，最後尾你要做嘅嘢就係將啱啱個 x 同 y 數值填翻落去，4抄落去，負6抄落去。所以成條式冇變過，都係叫20減 xy。但係你想寫得順手啲，就將個英文字母改做括號，咁就一定會順手少少啦。好啦，咁最後尾括號入邊計先啊嘛，因為先乘除後加減啊嘛，計咗呢題嘅先。藍色字計到幾多？負24非常好。出面有啲咩可以抄？20減冇錯，所以最後尾兩個符號黐埋咗，後邊俾翻個括號佢啦。咁即係個答案符唔符得？正。咁所以答案等於試下先，唔算太難嘅。睇快少少啦。好，再嚟去到下低咯喎，又係佢想知道究竟如果個 P 等於負3 ，Q 等於負2，請問個 Q 等於幾多啫？好啦，又係咁點做啊？第一件事寫啲咩啊？邊度？第一件事寫啲咩啊？Q 乜嘢 ？Q 等於冇錯，第一步寫 Q 等於先。
好啦 ，Q 等於啲咩咧？咁成條式好似好複雜咁樣。咁我話過成條式你讀到英文字母就用咩表示啊？就用括號表示，即係 P 嘅2詞再減10Q 嘅3詞。咁提翻大家咧，寫個括號2次嘅時候咧，你唔好咁寫啊，寫喺出面啊，因為係成個 P 要2次啊，得嘛 ？OK， 成個數字都要2次嘅。好啦，然後再抄翻個 P 同 Q 落去咯，抄個 P 同埋抄個 Q 落去。好，跟住計數嘅時候咧，聽住次方計先，轉後再解釋點解係次方計先。次方嘅計先，亦即係呢嚿要計先，呢嚿都要計先，得嘛？好啦，前面嗰嚿叫負3嘅2詞，負3嘅2詞係叫負3乘以負3，計數又係跟翻個次序咯喎，正負數字英文字母喎，正定負？正冇咗兩個負啊嘛，咁咪正咯。好啦，跟住數字叫3乘3，亦即係9，冇錯，做完。得嘛？前面嗰個搞掂啦。好啦，咁後邊呢個咧，留意翻，唔係將10乘以負2先。點解唔係將10乘負2咧？嗱，我寫一個分別俾你啊，望住喎，10Q 3詞同10Q 3詞，請問呢兩個寫法有冇分別？有，點解咧？點解有分別咧？呢兩個唔等於㗎。呢一個係講緊成堆都要3字，亦即係10Q 乘10Q 乘10Q，明白？10Q 乘10Q 乘10Q。好啦，但如果係前面個寫法係講緊淨係得個 Q 要3字啫，即係個10我哋 keep 住佢，個 Q 自己乘咗3字。記唔記得到分別？前面只係講緊個 Q 3次啫，所以其實如果你選擇將個10乘咗負2，會發生咩事？10陣間會無啦啦走咗去3字，但我10暫時係唔需要3字嘅，明白？所以我哋點解話計咗次方先就係咁解，得嘛？好啦，計咗次方先咯。咁負2嘅3次，第一樣嘢正定負？負冇錯，負幾多咧？8冇錯，2乘2乘呢8啦。好啦，出面再抄個負10啊。但係就咁寫好奇怪喎！你而家係講緊10要乘以個 Q 3次啊嘛，所以我哋而家係要將呢兩個乘埋佢，咁俾翻個括號佢啦。如果你唔俾個括號，變咗做減8啦。OK， 又係先乘除後加減，計咗後邊先啦。好啦，後邊計到幾多咧？可以順便撞埋個符號喎，好唔好得？正冇錯，正幾多？80。你後邊純粹係計緊負10乘負8啫。OK， 所以計到正80，前面再抄個9，所以答案等於89。所以喺次方入邊咧，除咗啱啱呢個寫法要大家留意之外咧，嗱聽埋喎，仲有一個寫法。我想問下負2嘅3詞同負2嘅3詞有冇分別？嗱呢個我都想大家明㗎，有冇分別？好，有啲人話有，有啲人話冇啦，係咪？同啱啱個寫法一樣。10Q 嘅3詞同10Q 嘅3詞有冇分別？有係咪？呢個都有分別，點解咧？呢個係講緊成個負2要3次方，即係負2乘負2乘負2，明白？好啦，但係呢個位置係講緊淨係得個3要3次，2要3次啫，明白？所以我用翻同樣嘅原理，我問你負2嘅2次同埋負2嘅括號2次，答案或者係意思上有冇分別？應該有嘅喎。呢個叫負2乘負2，負得正4嚟㗎嘛？左手邊係咪講緊淨係得個2要2次啊？2嘅2次等於係再抄埋個負，明白？所以你見到兩個答案係唔一樣㗎，所以千祈唔好撈亂呢兩個寫法啊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繼續去到下低咯喎。嗱，啱啱就講點樣十數啦，去到下低第3題，即使見到文字題都係一樣。我哋第一步抄咗條公式先，條公式就喺度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見啲文字開始想嘔，可以點做咧？我哋淨係睇翻你成條公式有幾個英文字母，有 S 啦，有 P 啦，有 C 啦。你只需要知道呢啲英文字母究竟係代表緊啲咩數字，其實就搞掂啦。嗱，我試下成條式，我唔解俾你聽，我淨係揾翻啲英文字母先。S 係咪對應翻啱啱呢個 S 啊？嗱，我唔知佢咩意思啊 ，salary 啊，我唔知咩意思，總之係 S 啊。OK， 所以而家第一個英文字母有啦 S。好啦，第二個英文字母叫 P。P 揾下先，嗱呢個有個 P 喎，見唔見到 ？P 係對應緊啲咩咧？嗱呢個 P 字頭嘅 profit。我都係唔知佢咩意思，我哋 hold 住先。好啦，咁然後咧去到 C 喺度 ，C 應該係對應呢個 C 字頭啦 ，commission。見唔見到？通常佢會用個字頭去幫你嘅。咁而家佢會想問你 ，What will be the salary？salary 係啱講邊個英文字母啊 ？S 係咪？佢最終想揾個 S。咁即係我仲差個 P 同 C 唔知啦。咁我點揾個 P 同 C 咧？其實好簡單啫。後面嗰句 Where
profit 同埋 commission 係20萬同30萬，所以你估下啦，你覺得呢個20萬係咩英文字咧？P 冇錯，自己寫個 P 下底。呢個300係咩英文字？C 冇錯嗱，咁即係成句嘢搞掂啦。成條公式，如果個 P 等於20萬 ，C 等於300，請問個 S 等於幾多？係咪同啱啱上嗰個寫法係一樣嘅？見到未？所以而家咧，我哋寫嘅時候咧就寫翻 S 等於，跟住就抄翻程式，叫做1萬乘0.02 P， 再加翻1.5 C。只不過我噏到英文字用括號標 C 啫嘛，得唔得？冇分別㗎成條式。啱啱嗰個 P 係20萬，咁啊抄翻個20萬落去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去到個 C 係300，抄翻個300落去。好啦，最後再計埋個答案咯喎。第一個1萬冇嘢好計啊，跟住第二個咧4000冇錯，第三個450冇錯，所以最後 group 埋就叫1450咯。14450啊，14450。基本上你已經搞掂啦，我已經知道個 S 係等於幾多啦。咁最後咧，既然係文字題，就一定要齊晒4樣嘢啊嘛。叫題解，你睇答案單位係咪？咁又冇題解喎，又冇單位喎，咁我哋咪喺個答句度補咯。所以喺個答句度補，寫個所以先。所以嗱，答句就係寫呢個啊 ，salary 啊，得嗎 ？salary， 你唔知佢係咩意思唔緊要啊，你照抄得㗎。好啦，跟住之後抄翻等於呢個14450，抄翻個答句啫。好啦，咁然後喺個答句度補埋個單位，而家啲單位係咩嚟㗎？你自己望望啲數錢啊嘛，咁懟埋個錢落去。嗱，我暫時一粒字都冇解，其實都係完成到條題目嘅，係嘛？咁當然我要同你解翻啲啲字眼係咩意思，因為我都想大家學多少少嘢嘅。好啦 ，company 係咪知道點解？公司冇錯啦，唔知自己 mark 翻低落去啊。跟住 total salary 咧 ，salary 係咪知？人工冇錯，人工或者叫工資啦、薪金啦。OK，salary 人工。好啦，再嚟 employee 嗱，呢個難啊 ，employee。唔知係咪？員工，自己寫員工，員工啦、僱員啦，叫 employee。嗱，呢啲係常用字嚟㗎，唔係淨係數學要用㗎，常用字啊，所以你自己當係儲多少部 cap 啦。好啦 ，calculate 應該知啦，計算冇錯，計算。好啦 ，formula 我哋學過啦，公式冇錯。好啦，即係成句嘢就話。喺一間公司入邊，員工嘅人工係可以用以下呢一條公式計算嘅，得嗎？好啦，然後下低嗰句 ，Where P and C are profit and commission。profit 係利潤冇錯，利潤呢個講過好多次啦，利潤啦，盈利啦，叫利潤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去到下一個 commission 咧，嗱呢個深啦，佣金，嗱唔識快啲 mark 翻低啊，真係常用字嚟㗎，你儲多少少冇 cap 啊。好啦，跟住之後 respectively 呢個唔識就玩完啦。respectively 有冇人知？自己寫喺隔離，分別地 respectively 分別地呢個字係一定要識嘅，咁啊常用嘅。好啦，即係呢一句嘢點解咧？佢話P 同 C 分別代表利潤同佣金。OK， 好啦，咁最後尾話如果利潤同佣金分別係20萬同300，問你個人工係幾多啫？得嘛？成條題目就解完啦。咁但係即使你發現，哇！我唔識啲字，其實唔影響你作答嘅。所以去到下低都係一樣道理。其實呢一條題目當然啲字眼就簡單好多啦。咁但係我哋試下都係唔解條題目嘅方法，跟住試下去做成條題目喎。總之有個公式喺度，我揾翻呢啲餡，揾翻呢啲英文字母係代表緊啲咩咁啊 OK 咯。M 你覺得咩嚟㗎？分數冇錯 mark 啫。我揾到呢個英文字啦。跟住咧 A 咧。A 一嗱睇埋下邊嗰句咯 ，Where A and B are number of correct answer and wrong answer respectively， 即係 A 係代表正確答案冇錯，跟住咧 B 係代表 wrong answer 冇錯，同埋咁又揾到啲餡喎。所以最後尾佢話，如果阿 John 攞到8個 correct answer 同埋4個 wrong answer， 問你個 total mark，total mark 即係揾啲咩英文字 ？mark M 冇錯，自己寫。嗱你個目標好清晰，就係想問個 M， 跟住咧8係咩嚟㗎 ？correct answer 係咩嚟㗎？A 冇就自己寫 A 喺隔離，4咧 wrong answer 即係 B。如果你真係唔知咩叫 correct 咩叫 wrong 係唔緊要嘅，你認字得㗎，OK 認啲字得㗎。呢個 wrong 係代表緊個 B， 得嘛？所以成個嘢就話，如果個 A 我改做8，B 我改做4，我想揾翻個 M 啫嘛，得嘛？咁你用翻啱個方法。
OK， 咁當然你話 Miss 我唔想寫咁多嘢喎，我咪用翻個方法叫做題解列式答案單位咯。如果你唔想寫公式嘅話，所以第一件事咧，你可以直接寫翻個題解叫做 total mark。話個計個公式係有兩款寫法噶嘛，同埋你係可以寫上高嗰款。如果你唔想寫答句嘅話，你咪寫下低嗰款咯。OK， 好啦，咁列式即係點咧？叫做80加5 A 減2 B， 噏到英文字母用括號表示。A 啱啱講咗係咩啊 ？A 係8 ，B 係4，再計埋個答案，叫做80加40減8，答案112冇錯。嗱咁 mark 呢個就冇單位，所以可以唔使寫。咁啊，呢兩款寫法都冇所謂㗎，即係你睇下自己寫慣邊個。OK， 咁當然就條題目我會同你解埋佢嘅。competition 題解。competition。嗰個比賽。比賽冇錯，比賽啦，跟住 participant 咧，當係學部 cap。participant 咩意思？參賽者掂，參賽者。參賽者 participant 係講參賽者、參加者咁解。咁啊，即係話原來參賽者嘅分數係可以用以下呢條公式去作答嘅。OK， 又係 A 同 B 分別代表啱嘅答案同埋錯嘅答案咁解。O 唔 OK？ 好啦，搞掂之後去到後面你嘅第4頁。嗱，學晒㗎啦，方面嗰課學晒㗎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代數嗰課咧，仲有一 part 仔未學嘅，就係叫 sequence， 好簡單啫呢個。sequence 一個中文叫數列啦，但係 sequence 呢個英文名都要知嘅。sequence 數列嘅意思就係話一列有規律嘅數字，即係例如話右手邊1、2、3、4、20、80呢，全部都係有規律數字，係咪？好啦，呢紮有規律數字我哋會稱之為 sequence。而 con 呢個字眼出現過好多時 term 啊嘛，有幾多個數字啊嘛，所以例如話右手邊呢度1、2、3、4有4個數字，咁咪叫4 con 咯。24到80有5個數字，咁咪叫5 con 咯，好低能嘅啫。OK， 所以去到下低我問你呢度有幾多 con 咯？4 con就是這麼簡單。OK， 好啦，咁然後仲有啲常見嘅 sequence 啦 ，common 即係個常見嘅意思啊。common 有好多個意思嘅，咁啊常見，咁啊自己寫啦。好啦，常見嘅 sequence 即係常見呢一啲規律係點樣？例如話單數啦、雙數呢啲係比較常見嘅數字啦，例如話1、3、7、9、20、80呢啲我唔講啦。OK， 好啦，咁然後第二個情況就叫做 square number 同埋 triangular number。square number 咧，中文叫正方形數，其實喺你4年班已經學咗啦。咩叫正方形數咧？假設一個正方形邊長係1，我問你面積係幾多？面積1冇錯，因為1乘1等於1係咪？咁如果一個正方形邊長係2咧，面積係4冇錯，你會將2乘2等於4啊，係咪？咁如果邊長係3咧，9冇錯，你會將3乘3，呢紮數字就叫正方形數。咁其實用英文去理解仲方便。我1乘1我唔想寫1乘1，我寫1嘅2次得唔得？呢個咧可以寫1嘅2次，呢個自己幫我寫翻筆記，1嘅2次、2嘅2次、3嘅2次。所以用英文去理解仲方便，叫 square 咗嘅 number，square 咗嘅數字，咁即係2次方咗嘅數字咯，得唔得？所以呢就係2次方咗嘅數字就係1啊、4啊、9啊等等。OK， 所以題目有機會咁問你嘅，9係咪一個 square number？係都冇錯 ，square 咗個數字，咁咪正方形數。請問49係咪一個 square number？ 係冇錯，因為7嘅2次咯。請問64係咪 square number？ 係冇錯，因為佢係8嘅2次咯。明白佢會咁樣問你嘅喎，係嘛？所以呢啲字眼、呢啲生字你要知。OK， 好啦，咁咩叫 triangular number 咧？即係我要盡量砌個三角形啦。咁點解砌個三角形咧？嗱，一開始有粒點咁就冇乜稀奇啦。但係去到右手邊，我要砌一個更加大嘅三角形，你要加2粒點係咪？連到一個更加大嘅三角形。好啦，咁所以你見到由第一幅圖到第二幅圖係咪加咗2粒點啊？自己幫我寫。好啦，再嚟咯喎。咁由第二幅圖到第三幅圖，我要砌一個更加大嘅三角形。你見到佢下底就再加多3粒，所以就再加咗3粒。好啦，咁由第三幅圖去第四幅圖，你估下？加咗4粒，冇錯。咁呢個就叫三角形數，係嘛？所以你見到下低呢劈咧，1啊、3啊、6啊、10啊，佢都會稱之為三角形數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問你，請問15係咪三角形數？係冇錯，因為你再加多下一個加5，咁咪叫做15咯。咁我問你21係咪三角形數？係，因為你再加6，咁咪變21。明白？佢有機會咁問你嘅，所以你自己要計一計。咁點計咧？1加2加3加4，睇下加唔加到你佢問你嘅數字咯。記唔記得到 ？OK， 咁呢個叫 triangular number。分到？應該唔算太難嘅。好啦，咁然後去下低，我哋 skip 咗佢先，我哋講下低呢 part。好啦，
揾 next term，咁即係揾下一項啦。好啦，呢扎有規律嘅數字，你估下下一項係幾多？咁你自己要估個規律。係14點㗎，因為係加3冇錯，每個數字都係加3加3加3啊。咁下一個咧？48，因為係乘2冇錯。哇，咁下一個又係自己揾規律喎。今次佢唔係想揾 next term，係想揾 next two term， 自己幫我圈住。即係唔係淨係想揾一項啊，想揾下兩項啊。所以點解下兩項咧？又係觀察翻個規律，由4變3，減1，下一個咧？減2，下一個減3，跟住減4，減5，你已經佔咗規律。所以我揾下一個數字即係咩啊？-6，再下一個咧？負乜嘢？負11冇錯，咁咪寫翻呢兩個數字落去啦。-6同埋-11，寫兩個啊 ，next two term 啊，寫兩個，唔係淨係寫個-11啊。好，再嚟去下一個揾 next term，你開始估多啊，同上估有似。啱冇錯，48%，同上估係一樣嘅，只係多咗個分子啫嘛。同埋，所以其實佢呢個關係咧，其實係乘緊1/2，因為我擺咗喺分母度，所以乘緊1/2，或者叫隨意，你自己可以 mark 喺隔離。同埋佢有機會之後要你寫呢平嘢嘅。好啦，再嚟去到後邊你嘅第5題啦，俾你估下先，自己睇，自己觀察個規律啊。下一個數字應該係咩？差啲，都係差少少，嗱類似㗎，好似㗎啦。啱冇錯，0.01，或者叫1/1000，啱多咗啲咩？多咗負，點解咧？嗱，我哋觀察翻個規律喎，正負正負正咯，明白？所以下一項肯定係正嚟嘅，得嗎？好啦，咁而個數字點解可以叫0.01或者叫1/1000啊？你見到個數字嗱，如果我將佢變個分數，1/10，100%，咁下一個咪1/1000咯。或者我將佢轉做小數，你見到個數字係不斷褪前咗一個小數點位，咁其實咪真係除緊10咯。所以個規律係點啊？點樣令到佢一正一負咁卡啦咁做咧？係除緊個負10，自己幫我寫除個負10。你唔信你自己計啊！除個負10，每一項不斷去除個負10，都係會計呢個答案嘅。抄錯嘢啊！好啦，再嚟去到下低，你覺唔覺得第6題有啲數方面咩數嚟嘅？係即係啱啱講咩？正方形數冇咗 square number，OK？所以你估下嗱，既然叫 square 咗嘅數字啊，呢個叫乜嘢嘅意思啊？6嘅意思，咁下一個就係下一個係咩？7嘅意思冇咗，所以就係49，啱啊！好啦，但係唔係就咁寫個49，差少少嘢。啱冇錯，自己圈埋 next two term， 要寫埋8嘅意思，亦即係64。好啦，再嚟去到下低又係 next 咪又係 next two term， 冇錯，自己圈住佢。好啦，咁呢個叫咩數啊？有啲熟口面，呢個叫三位數冇咗 triangular number 啦。咁即係而家你觀察翻個規律，即使你唔知佢係 triangular number 都唔緊要㗎 ，OK 㗎，你可以睇翻個規律得㗎。一邊要3加咗2，下一個加3，跟住4，跟住5，跟住之後下一個係加6，冇錯，跟住加7，所以我哋揾翻呢兩個數字，加完6係21啦，跟住20咩？28冇錯，所以係寫翻21同28，寫兩項啊。OK， 好，搞掂之後咧，去到最後尾你嘅第5頁啦。第5頁第8題，你覺唔覺得呢個好鬼熟口面？呢個咩數啊？呢個係三榮數，聽住。即使考試你真係霎時間唔記得咗三榮數，其實係冇影響嘅。右手邊呢度，如果你見到幅圖，無論佢生係咩樣都好，呢度有幾多粒就寫落去。呢度幾多粒啊？一粒，下一個咧3，跟住6，跟住10，冇錯。即使你突然間唔記得咗三榮數，唔緊要㗎，我哋自己去揾規律 ，OK？ 所以自己去睇翻規律嘅話，咁即係1變3係加咗2，跟住加3，加4，下一個加5係咪？好啦，所以我哋知道個規律之後，佢就係問你：請問第7幅圖有幾多粒點？咁佢要加到去第7幅圖啊嘛，即係要再加6、加7，冇咗加到第7幅圖啊！記唔記得到？咁咪加埋佢啦，加10、加5、加6、加7，答案呢？28冇錯，做完。記唔記得到？即係你真係唔記得咗嘅話係唔緊要嘅，但係佢題目係真係會有機會問你：喂，請問呢啲數字係咪一個三橫數？佢有一句咁問你，但係佢如果俾一幅圖就正啦，你係可以唔使理會係咪三橫數嘅，你照寫翻個規律得㗎。所以去到下低，你基本上係唔使望條題目住，先寫晒啲數字先。第一個幾粒？6，跟住10，跟住14冇錯，寫晒先，跟住自己睇規律。
多咗幾多？4，跟住下一個加4，咁即係 keep 住加4落去啦。題目問你第7幅圖喎，咁即係仲差幾多個4要加？仲差4幅圖，咁即係直接費事加4啦，直接4乘4。所以你將啱啱個14再加翻4乘4答案，等於30做完。明白？當然條題目我會陪你攬一眼嘅。佢話而家嗱俾咗少少 tips 你㗎，因為有時候唔使數嘅。第一幅圖有6粒點，見唔見到？跟住呢一句嘢係講啲咩咧？每一幅圖同每一幅圖之間係加咗4個點，問你第7幅圖啫，得唔得？好，再嚟去到 last 啦。呢兩題究竟想做啲咩咧？嗱，我哋翻去到前面嘅第4頁先。好啦，第4頁我哋仲有一 part 未講嘅，叫 general term。咩叫 general term 咧？中文叫通項。通項即係講緊一堆有規律嘅數字，原來係可以用一條公式去表達。假設用呢個做例子，2468好冇？2468。首先 T_n 係咩意思？個 n 係代表第幾項咁解？例如話呢個叫第1項、第2項、第3項、第4項啦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哋可以用 T1、T2、T3、T4去表示。所以例如話我想講 T10，呢個係第幾項啊？第10項咁解，得嘛？大家了解咗個 T 先。咁以後你學校嗰本書咧唔一定係 T 嘅，有機會係 A 嘅，但係唔緊要，一樣做法，即係 A1就叫第1項，A2就叫第2項咁解。OK， 好啦，咁我知道咩叫 T_n 之後，去到下一步啦。個公式係點表達咧？佢係會俾埋你嘅，即係例如話。而家24680原來可以用2n 呢一條公式去表達。咁我點樣揾翻個24680咧？例如話，假設我唔知第1項、第2項、第3項幾多，我淨係得呢條式，點揾第1項、第2項 ？n 啱啱可係講第幾項咁解嘛？如果 n 係代表第1項，我咪擺個1落去咯。所以第1項叫2乘1，咁咪2咯。見唔見到 ？exactly 就係呢個。好啦，第2項就叫2乘2，咁即係叫4咯。第3項叫2乘3，咁咪叫6咯。係咪一模一樣？所以即使我唔寫埋後邊嗰啲數字，我都估到第100項係點揾。第100項係點揾？你會將 n 代做100，咁啊即係2乘100。原來第100個數字係叫200，得嘛？我想問第50項係點啊？你會將2乘50，然後2乘50，原來第50個數字係100，記唔記到？所以佢會俾埋條式嚟嘅，呢個唔使擔心。OK， 所以去到後邊咧，我哋望一望你嘅第10題啦。第10題啦，佢送咗條式俾你啦。呢堆有規律嘅數字，總有一紮有規律嘅數字啊。有一條公式送咗俾你，佢話而家我想揾呢堆有規律嘅數字，請問第5項係幾多？第一樣嘢我哋寫咗個題解先 ，the fifth term 寫咗題解先。好啦，咁呢個題解自己留意翻啦。左手邊呢個 T_n， 如果你話好趕時間，我寫唔到呢個 the fifth term 咁樣點做啊？啱啱講 n 係代表嘅第幾項啊嘛，所以其實你亦都可以寫 T5。如果你真係好趕時間，亦都可以寫 T5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搞掂之後，跟住點列式咧？成條式基本照抄，-2加3 n， 然後到個 n 用括號表示 ，n 係代表5冇錯，第5項啊嘛，所以最後再計埋答案喎，3乘5等於15冇錯，-2加15答案等於13，所以我即使唔知第1項、第2項、第3項、第4項，我都可以直接用條公式揾第5項，呢個明白？好，再嚟去下的，又係俾一條式你啦，佢話而家我要揾 first two term， 即係揾第咩？first two term 即係點啊？淨係揾第2項咩？唔係喎，第1同埋第2。咁第1同第2我哋寫 T1 同埋 T2啦。好啦，成條式基本上係照抄，不過我將個 n 改做 n 改做1冇錯。咁成條式如果我將 n 改做1嘅話咧，我費事加個括號落去啦，因為費1嘅括號2次都係一樣嘅啫，所以我直接將個 n 改做1啦。所以就會係-3我哋照抄啦，跟住1減又係照抄啦。然後呢一個位置就寫翻1嘅意思，成條式冇變過嘅，淨係將個 n 改咗做1嘅啫，見唔見到？好啦，咁右手邊如果我列式嘅時候都係一樣，成條式照抄-3括號1減 n 嘅2次，留意翻個2次寫喺入邊啊，跟佢啊寫喺入邊啊，唔好寫出面啊。好啦，啱啱講次方要計先啊嘛，你唔好計1減1先喎，次方計先喎，即係計咗呢兩嚿嘢先。好啦，計一計1嘅2次等於幾多？1冇錯，好啦，出面照抄。好啦，又係括號入面計先喎，1減1等於0，零乘所有數字都係等於0，做完。好啦，到右手邊2嘅2次等於4，冇錯，出面照抄，等於-3括號1減4。好啦，1減4等於-3，好啦，唔係叫-3減3喎，-3乘-3喎，所以答案等於9，冇錯，做完。得嘛 ？OK， 嗱冇問題嘅話，可以自己做埋份堂課啊。今日堂課係1至5頁啊。